高雄一个3岁小女童，疑似互幼稚园的老师甲绕着伤，也毋过幼稚园这边是反驳否认。小女童的家长早起一透早，搁到幼稚园要来了解真相，但是双方经过将近1点钟的对话，也是无共识，也搁咧协调。这小女童的妈妈看到查囝安尼是真唔甘，目屎一直流，甲查囝物件款款的，准备要甲转学。 表现出他们的诚意，就我们还在协调中这样子。对，谢谢。我会转学，我会转学。口甲真伤心，这个张小姐甲因查某囝的客母透早就到幼稚园去摕物件，准备要离开这个伤心地。小朋友受伤成这样，真的会舍不得啦。物件拢要再走，因的遮艰苦，拢是因为进前这个查某囡仔颔棍啊有真侪伤痕，敢若是幼稚园的老师造成的。 这里也流血了。这里老师用怎么样？你再用一次给阿妈看。老师怎样？囡仔甲阿嬷咧讲这个代志，看到这个幼嫩皮肤出现伤痕，分真生气，想要搁甲园方问个清楚。虽然讲当地里长甲派出所所长拢陪同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犹原无得到答案。 如果有进步消息，就跟大家讲。感恩，谢谢。园方感谢外界关心，不过这个查某囡仔伤到底是安怎来？即马相关的单位已经咧调查，就是要赶紧找出造成囡仔伤痕的真相。